立法院新会期起稿，国民党因要推动的法案，包括予中国籍的配偶入台湾籍的年限为6档，缩短做4档，这引起民进党立委的批评。因为中国唔但派军机来扰乱，最近金门海峡的问题嘛还未解决。这个法案有国安的疑虑，医界嘛伫网络发起联署反对。这短短2天，都有3万多人去联署。立法院展开新的会期，国民党立院党团公布这个会期优先的法案，其中包括推动予中国配偶摕到咱国籍的年限为6年缩短到4年。因为最近中国军机真接扰乱台湾，加上金厦海峡冲突加悬，引起外界讨论。陆籍的配偶，他们也一直不断的都在争取。那其实没有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民哦，对他们不管在就医或者是平常日常生活当中，都有一些困难。当我们看到中国不论在海上或是空中都强行的蚕食鲸吞，步步进逼，国民党为什么偏偏要在此时此刻推出这样一个伤害台湾人民情感而且破坏国家安全的法案呢？唔有国安的疑虑，医界嘛烦恼给保资源洪南山使用。台中长青病院医师杜成德2日发起网络的联署，呼吁暂缓。短短2天已经超过3万人联署。人力极度不足的情况，光是应付现有台湾需要就医的人就已经非常吃力。那这个时候又看到，就是说希望增加或者是说缩短，让更多人可以到台湾来，就是去这个一起共同共享这样子的这个医疗资源的情况，很多人当然就会有担忧。陆籍的配偶在台湾的家保情形，大致上是先取得居留文件，然后6个月之后加入健保。陆籍从6年缩短为4年的话，那么对目前的这些陆配的加入健保的资格上呢，大致上并没有什么影响。我需要强调讲，中国对台湾施压，各方面改变现状的时阵，这个法案提出的时间点是真敏感，有国安的疑虑，而且涉及中国配偶甲外籍配偶权利公平性无对等的问题，呼吁国民党立委都要听社会声音，考虑国家的处境。记者综合报道。